佛2000多年前的看到的星星播给大家看，然后请问大家，你们看完了，告诉后学说，释迦牟尼佛悟到了什么，好不好？各位贤贤，你在台南这边关田，请问晚上看得到星星吗？有。大家好幸福哦，很多人点头看得到星星。后学住高雄市都看不到星星。后学呢就以为高雄市没有星星，其实这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啊！其实高雄市的星星应该跟关田有没有一样多？一样多哈。后学去哪边看星星最漂亮？后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绿岛，因为绿岛的晚上那个导游就带我们去夜游啊。晚上那个山上都没有任何的什么灯光啊，没有光害，所以没有什么，没有灯光就是没有什么光害，没有污染。或许竟然看到银河看到满天的星空原来星星这么多颗所以或许就认为绿岛的星星好多颗，高雄没有星星，这是不是错的？其实高雄市的星星跟绿岛也是一样多。为什么现在高雄市看不到星星？因为有光害，有污染，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心中的光害，是让我们看不到我们内在佛性。这样了解吗？所以后学就这样子想，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看到星星呢？他可以悟到，因为呢，他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告诉自己，他如果不成道，没有悟到，他不离开那个菩提座，所以他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就是他把万缘怎样放下。当他万缘放下的时候，就他心中的什么不见了？光害不见了。他看到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就像什么？像不像一颗颗的钻石？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有写有一本经叫《金刚经》。金刚是不是就是钻石？金刚就是在譬喻我们的什么？我们内在的佛性，就像金刚一样，这么的永恒，它是不会坏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因为他心中没有光害，看到外面的星星，就看到了谁？看到自己内在的佛性。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可以看到自己内在的佛性？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心中有什么？有光害。所以呢，今天在六祖坛经他们讲菩提般若之智，谁有？是人本自有之。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悟道的时候讲了一句世界名言他说：奇哉奇哉，天下众生皆具什么？如来德相。只有他有那一颗金刚钻吗？不是，大家都有，只是我们看不到自己，对不对？所以在六祖坛经他说菩提般若之智，也就是这个金刚佛性，谁有？是人本自有之。子缘如何？心迷不能自悟。这个心迷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心中的光害，让我们看不到自己。虚假谁？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就是一代的名师。我们老师求道，我们在求道的时候，老师会点了一下，告诉我们徒儿，我们的佛性在哪里？就住在这里面，对不对？所以他是示导见性，透过指着这个手来告诉我们佛性在哪里，来引导我们认识我们内在真正的自己。这样了解了吗？所以释迦牟尼佛悟到了什么？他找到了我们的本来面目，找到了我们的金刚佛性。所以我们今天求道了什么？我们老师说的，今天求道找到的是先天就具有的秘宝。找到这个秘宝不得了打破尘劳见真言。我们后面2句话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互动一下，提升大家精神。不再轮回六道转，世生超脱更良田。谢谢各位前贤。你会发现我们得到不得了啊！超脱什么？六道轮回。哪一个宗教可以跟你讲，你来我这里可以超脱六道轮回，可以回家的？没有一个人敢跟你挂保证，这样了解吗？就我们这里一点直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找到我们内在的金刚佛性可是还差一件事没做人家说师父引进门，什么在个人？修行在个人。也就是仙佛的金刚佛性它已经擦亮了，我们的金刚佛性上面还有什么？很多的灰尘。所以后学看了这本书《前世今生》，他怎么说？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千炼钻石，它是完美无瑕的，差别只在于什么？清洁的面数不同罢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完美。所以后学就说后学就常常开玩笑说，历代的圣贤仙佛只是比我们早2步而已。他知道了这
真正的宝藏不在人世间，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外面的宝都是什么？都是假宝玉，都是假的。这样了解吗？所以《红楼梦》那本书在示现，红就是色，楼就是相，色相都是像一场梦一样，都是一场空。了解了哈、所以外面的宝玉，金银财宝都是假呀。真正的哪一个宝才是无价宝？我们的金刚佛性。这样了解吗？那历代的圣贤菩萨比我们早一点找到了内在的金刚佛性，就比我们赢我们2步啊！一步是找到金刚佛性，另外一步他就是把佛性的灰尘，金刚佛性的这个金刚钻的灰尘擦亮了。那我们今天求得到了哈，就跟这个历代的圣贤菩萨差几步？本来差2步嘛，现在差几步？差1步。我们也找到了内在的金刚佛性，就差哪一步还没有做？就是那个灰尘还没有擦，对不对？所以六祖坛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要如何？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以求道只是开始哦，后面要什么功夫？学道、修道有没有？修者改也。后面还要讲到办道、行道，将来才可以如何成道哦。好，所以后面很多功夫要下。求了道，只知道金刚佛性在哪里。日后还要修行下功夫，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微笑？佛陀的微笑是微笑什么？他悟到了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绝对不是存在物体的表象，它是存在于我们绝对的深处。所以很多人对自己的认识呢，都祈求你认识哪一个我？外表看得到的我。所以外表看得到的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看得到摸得到都是假的，有一天它会坏掉烧掉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真正的我藏在哪里？就在我们内在深处。好，所以呢，视透真理有多重要？我们济公老师说，生命要超脱，若不能视透真理哦，生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什么惩罚？就像后学刚刚讲的，我们的生命还埋下了什么层次？破坏层次，苦空无常，也埋下了什么层次？无奈尘世，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是不是？所以痛苦的原因就是什么？对生命的本质不了解，错误的认知造成的。所以唯有视透真理，才能够将死亡转化为幸福，将生命转化为自由。好，如果刚刚讲到这边还不是很清楚的呢，或许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了。也就是呢，今天各位浅浅想一下哦，我们活在的这个人世间，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的人世间？好，我们这个相对的人世间是不是有生就有死，有穷困就有发达，对不对？有贵就有贱。所以我们的心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个相对的世界，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着摇摆？每天都这样摇摆，那我们呢就迷失在当中了。所以在这个相对的世界，你如何突破，让自己找到平安，找到快乐，就是要找到绝对。就是找到不变的本体，也就是当你发现你被这个生老病死的苦恼你的时候呢，就是你认假为真啊，你就把这个假我当成真我，你才痛苦烦恼嘛，是不是？所以圣贤菩萨看生死，就像看月亮一样，你看月亮会不会有阴晴圆缺？圣贤仙佛看到月亮缺一块会哭，会不会难过？不会嘛，那个缺只是假象嘛。它的本体有没有缺过？永远都没有缺过嘛。所以我们就是要如何从这个变化当中的现象间要找到一个不变，就是绝对。所以今天呢，找到解除这个破坏程式的密码，要把这个破坏程式解除的密码在哪里？知道吗？就在我们的三宝心法当中了，有没有？我们三宝心法的第一宝会告诉你，真我在哪里？在里面，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会死的我是不是在里面？最大的无价宝在哪里？里面。所以外面的穷通、外面的富贵都是假的，你就不要怎样太受影响。这样了解吗？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我们永远都是每个人都有无穷的价值，就是我们的佛性。这样了解了哈。所以一切的烦恼痛苦都要回到哪里才能够破除？用这个绝对的真理才能够破除。所以今天上天有没有这样的密码告诉我们？怎么解除这个人生的破坏程式？有我们很感谢自己，因缘这么好，福报这么好。可是各位学姐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有没有常常受这个苦，这个相对世界的苦，心会摇摆？那这代表修行的功夫不够啊。所以呢，哪一种人才可以看透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的苦？不是一般的修道人哦，是哪一种修道人？真正的修道人，这样了解吗？你要常常把自己的内心那个摇摆，问自己你在摇摆什么，痛苦什么，把那个源头找出来，这就是修道的功夫，这样了解吗？所以天堂地狱有多远？有108000里嘛，就是我们心中的12八邪，这样了解吗？都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地狱是自己造成的，天堂也是自己造的，所以一切唯心造，了解吗？所以回到哪里？回到生命的原点，回到我们的绝对的本体，你就发现我们原来真正的我是如何？真正的我是什么？有无穷的幸福跟快乐。讲到这个，后学补充说明一下，因为今天有闲钱，让后学讲一下后学的故事啊。后学被老师带回顶天了，老师在下来之前呢，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说：“真美，让你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快快乐乐，好不好？”课前前都老师问你要让你变得快快乐乐，你觉得好不好？好，后学就跟他点头。没想到后学醒来以后吓到了，老师的话问话也不问清楚一点，如果问清楚一点，我就说不要。因为老师说让我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有没有快快乐乐？所以前面那句话也是重点，这样懂吗？所以老师就把我变回我在顶天像小仙童的那个模样。所以后学醒来以后啊，我讲话动作都跟现在不一样，哇，吓死谁？第一个吓死我自己，第二个吓死谁？我的爸爸妈妈就发现一个大学生那个讲话动作都像那个7岁啊、5、6岁的小孩子，哇，完全变了一个样啊！好，后来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变回来。那段时间，后学体会到有一种乐哦，以前从来没有感受的哦。后学发现，后学每天起床就非常的开心。后学不知道自己在开心什么，就对了。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笑，笑到晚上那个嘴角都很酸，还要去按摩。然后觉得问我自己我在开心什么，后我就发现原来这种开心是以前从来没有体会到的，这种开心是从内在散发出来的。或许才终于发现一件事了，原来我们的天性，我们的佛性，它就是什么？快乐的。所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了解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对不对？我们内在真正的我就是最快乐的。所以或许就开玩笑说，其实呢，诸天仙佛所有的德相我们都有，弥勒佛的大度宽容，济公活佛的潇洒，观音菩萨的慈悲，这些德相我们有没有？这些我们都具有，这样懂吗？我们只是隐藏起来的，这样了解吗？他们是显像版的仙佛，我们透过修道，把那些不要的灰尘去掉了，我们就会显现出佛的样子。佛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很潇洒，很慈悲，很快乐。像弥勒佛，大笑开天下古今草，我都笑眯眯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我。这样了解吗？我们现在显象的我是哪种我？是扭曲掉的自己，是不该有的样子。所以像不快乐，或许都体悟到一件事哦，原来不快乐叫做不应该，快乐才叫做应该。这样了解吗？我们现在不应该的多还是应该的多？常常都不快乐，那就是错的。真正的修道应该是怎样？越来越快乐，因为把我们内在的佛性展露出来。所以或许才悟到一个道理了，原来不快乐就是该修道的时候了，这样对不对？因为烦恼就是什么？菩提，透过修行来转念来提升，这样讲的道理。所以烦恼有多远，天堂离我们有多远，我们的修行路就有多远。那个烦恼的背后，就是我们的执着、挂碍、妄想，把错的当成真的，把假的当成真的。痛苦、烦恼是自己找的，我们就要透过这个烦恼、痛苦现前的时候，来找到自己的执着在哪里，自己的挂碍在哪里，自己的错用心在哪里，来调整它。所以烦恼来了，并不见得不好，烦恼就是菩提，这样懂吗？要感谢，我现在让我看到我自己，我要提升了，我要进步了，我要努力了。所以修道人们每天做不完的功课，提升自己的功课。对不起我觉得忘记要下课。这个时间是不是还没到？10点10分嘛，好，那还有20分钟好，那或许继续讲或许想说讲到这里有没有感受到人生其实不修行的人生要快乐，是不是不容易？
或许来唱一首歌好不好？我很喜欢这首歌哦。这首歌是仙佛做的，很发人深省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仙佛做的歌哦，它的歌词含义哦，歌词很浅显，可是含义都很深。这首歌也是要让我们去湿透这个无常的人生，在无常的人生如何找到真我，如何从修道里面来超脱我们的烦恼，好不好？一起来唱哦。月照西楼，旭日暮云路，千万的青春是我，蓝天日是就快来，了却无情事匆匆。愿众生寄在红尘中，有不平随波浪而漂泊。愿人熟悉上温暖手，全然希望人人不泪流。我要信一个真诚爱长久，到永世圆融。天地多宽阔，自在逍遥，练就回欢的自我。所以在红尘就是在练习啊，上天借着一些人世间呢，就让我们提醒。原来吃苦呢，让我们知道要了苦，就要找出路，就让我们来找道，来修行。好，然后在无常的人生，就要找到真常，找到不变的真我。在我心中，言不对说，朝朝一幕幕，日夜不停留。波浪线引诱，愿众生寄在红尘中，有不平随波浪而漂泊。好你伸出一双温柔手，牵引众生个个上花中。众生寄在红尘中，有不平随波浪而漂泊。盼望你即使能心安可，梦中忘过一切总是空。把岁子睡过，梦醒之际暖，而永只为在心中。花开两时我，梦中无根由，人生如花，花是梦。花开两时我，梦中无根由。人生如花，花是梦。所以我们在这个虚幻的人生啊，不要在变化当中的生老病死的苦给蒙蔽了，我要从当中看透、视透这个虚幻的人生，好好借假修真，他不要辜负自己，找到人生的真乐，这样好不好？真的或许都很想给仙佛拍拍手，做的歌有没有好好听？歌词意境哦，很发人深省。是。我们跟仙佛同行啊，跟道同行有很多很好的福利。上天不仅带我们回家，还带我们知道怎么走回家的路，甚至提醒我们修道路怎么走，才不会后悔。好，刚刚讲说我们今天呢，可以成为神客哦，成为神是要做功课。大家跟谁同行？
与道同行嘛。那高一浅浅知道道是什么吗？其实道就是万物的母亲啊。所以在西方社会就称它叫天父，而我们东方社会是母系社会，就称它叫什么？老母。老母。所以天地万物都是谁生的？都是老母生的。啊，老母生了以后就在哪里？就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老母的存在。所以呢，放之弥六合，卷之如何？退藏于密。最浩瀚的地方跟最微细的地方，它都存在。好，那道呢，它没有名字，所以呢，无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所以它是万物的母亲，我却不认识它。所以要知道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要认识他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自古圣贤都在找这个，都找不到像那个宋明理学家，穷极一生研究性理心法，他就是没有上天没有降到，他就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这辈子是不是福报因缘太好了？可是相对来讲道是跟什么是并降的啊？道极。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上天降道？因为这个天地当中也是有一个怎样很大的劫难嘛。所以我们今天降道是来干嘛？救我们的灵性。好，所以道在哪里呢？道在天叫天理，在地叫地理。每个地方在物就叫物理，在我们身上叫做什么？细理，叫做良知良能。而且常常开自己玩笑从小到大还读了真的不少书虽然都读得不好，可是读书的年纪时间还蛮长的。而且从国小、国中，好，后来读专科6年，读大学3年，研究所3年，发现加起来都等博士班了。可是读了那么多的书呢，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好玩，天文地理都研究了，忘记研究谁？自己。这样了解吗？这样有没有太可惜了？在我们自己的宝就叫什么？性理，也就这个道就叫什么？在我们身上就叫性理嘛。白话一点就叫做什么？良知良能。所以这一首以前的禅师写的寄语啊，你觉得他用什么来形容我们的自信佛性呢？各教的经典都用不同的名称来形容它，都是一样的。那这首诗它用什么来形容我们的佛性？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净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位禅师的气魄找到我们那颗明珠，就是我们良知良能，也要让它怎样放光芒，不要让它被灰尘蒙蔽了。我们的光芒可以像谁一样，照破山河万朵，就像地藏古佛的佛光可以照亮地狱所以我们的佛光是无限量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找到我们的良知良能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或许对这件事非常有感慨因为我们济公老师有3大宏愿，大家了解吗？那或许就在想这件事，为什么老师要有这3大宏愿呢？因为仙佛的智慧毕竟比我们高超，他知道这个世间上的不好，不是因为缺钱缺财富，是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么黑暗？人家说探视不如救世救世不如什么？点灯。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世界上这么黑暗的时候，要怎么改变？要哪一盏灯才可以改变？就像一个棒球场，那个好几很亮的光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黑暗，唯有点亮我们内在的心灯。这样了解吗？所以老师的第一个宏愿就是帮助众生如何达本还原，还原到什么程度？没有污染，就是我们这个赤子之心，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显现。所以这个世界上要变美好，从哪边开始？最大的改造工程就从我们内在改造起，找到我们每个人的良知良能。每个人都有良心，就不会有人再做出黑心商品的，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才会幸福可爱嘛。你定再高的法律是都没有用。老师的第2大宏愿是什么？改善社会善良风气。实现大同理想。第3大宏愿呢，就是推崇中华文化，物流道德。所以我就发现说老师是大济公，我们是什么？小济公。所以一个人的伟大就是什么？看你做什么事的伟大。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跟仙佛做一样伟大的事，老师的愿力就是我们的愿力，所以我们跟佛一样，了解吗？我们是上天最好的助手。所以我觉得有一次在开车在路上，我就突然想到老师我就想，老师是济公活佛灵妙天尊哇，他的真的是厉害，老师的法力无边，对不对？我是突然想到一件事，老师再怎么灵妙呢？老师没有什么，没有肉体的，是不是？突然想到，我们是不是还有肉体的存在？
我们就有这个志向，或者告诉自己，我们变成老师的手，变成老师的脚，去到老师想去的地方，成全到上天仙佛想成全的众生，这样好不好？老师是大济公呢，我们跟他一样，我们是小济公，要帮老师的忙，好不好？不要让老师每天都在你天上哭。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可爱？台湾是不是有一句俚语讲得很好？然后我叫踢力，踢的我叫虾米？尬气啊！所以这个现在天灾人祸怎么那么多？因为人都失去了天理良心在做事，是不是？所以你看哦，这个交通工具呢，汽车这个船不按照航道航行就会翻船，车子不按照一定的轨道行走就会掉到水里面。那人不按照这个该有的道理在行走，是不是也很危险？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广化人世间？就是要用道来救人。所以天下逆源自什么？以道，就是这样。所以上天他们要改造这个世界，他从哪边下手？从降道，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所以呢，今天要了解上天降道的含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偏离的轨道再找回来，走到我们该有的航道上面。好，那道这么殊胜啊，它有没有很多的印证呢？有。所以我觉得常常开玩笑说哈，真金就不怕什么火炼，就怕你不去怎样，你不去怀疑，不去求证。所以我们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呢，大胆假设，然后呢小心求证。你可以假设这个道是假的啊，然后去印证它是假的还是真的。像后学以前都认为它是假的，去求证看看，后来发现都无法推翻，慢慢的说服自己，原来这个道这么的好。好，所以后学发现现在道场上有两种人，让后学觉得怪怪的。哪两种人知道吗？一个就是进来道场以后呢，一个是不愿意进来啊，一个是进来以后让后学发现你叫他呢好好修道呢，他没有动力，因为他觉得这个道好不好，心中有很多的疑惑。你叫他离开呢，他又舍不得。后学发现这种人都不对，这样的吗？好，后学发现既然进来道场了，就花点时间去好好认识他，对不对？大胆假设就赶快小心求证道是好的就赶快怎样？勇猛直追，好好的把握，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光阴。那后学播这个给大家看看完这个影片应该可以休息一下了。也就是后学在我们的发音崇德那边呢，早期都有仙佛借窍，做了很多的妙序。那其中这篇妙序让后学觉得非常的奥妙，可以来印证这个上天都在助道这是神来之笔，是绝对人做不出来的。怎么说呢？后学直接用影片来说明好了。那因为这篇妙训太奥妙了后学就请我的学弟去把它做成动画，他用动画当中来说明给大家听。也就是上天呢，在不同的地方呢做了3篇妙训，至真、至善、至美。这篇妙训是在台北跟基隆做的至真，这篇至善呢是在花莲做的，这旁边是他的训中训，这一篇是在我们高雄做的至美，这是至美的训中训。很奥妙的呢，上天呢做的训我不只是有训中训也就是把这3篇至真、至善、至美这3篇的训中训，把它集合在一起了，又变成了一篇妙训。所以呢，这是他的训中训，把它摆在一起。那这篇妙训多奥妙呢？它里面竟然现出了一朵莲花。那这是莲花里面的训中训，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训中训里面跑出了一朵莲花，莲花里面还有训中训。训中训里面又有训中训，请问这是人做得出来的吗？真的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按照这个莲花，它都还有妙训暗藏在这里面好，那这3篇至真、至善、至美，这个莲合在一起的训中训变成一朵莲花。那这个莲花训呢，里面还有训中训。就变成了一朵莲花。那这个莲花的训中训是什么呢？就是后学非常爱的一篇妙训的总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好不好？
因为怕后面的浅显看不到，我们一起念：人人标准修道，复至真之本性；人人标准办道，只至善之无为；人人标准行道，达至美之佛见。后学非常喜欢这一篇训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各位贤知道后学的名字叫做什么？真美。后学年轻哦，小时候很讨厌我的名字啊，我都还跑去跟我爸爸抗议哦，我说你才唯一的一个女儿，你给她名字取一个美，已经很俗了，还叫做真美哦，真的俗到极点。然后后学给他抗议哦，然后后学爸爸在跟我说真美很好啊。后来后学进来道场以后，后学发现我现在慢慢的爱上我的名字了，了解吗？因为假设真美再加上善良就是什么？真善美啊哈。那后学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真善美》的电影，对不对？或许他以为真善美的人生哦，只有电影才会出现的，真实的人生是不可能出现的。后来进来道场以后呢，或许竟然发现了，进来道场修道的人生，不是只是真善美一定可以达到，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真善美，是哪一种真善美？至真、至善、至美。只要你愿意做到什么事，修道、办道、行道，想不想要这样的人生？想。后学告诉自己啊，这辈子没有这样子至真、至善、至美，就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上天告诉我们怎么做，修道、办道、行道，人生绝对可以至真、至善、至美。所以后学就把我的名字当成我自己的座右铭，这辈子要好好的修道，好好的办道，好好的行道。好，那或许就先学讲到这边，让大家先休息一下。好，谢谢各位见见。感谢讲师慈悲，前道恭，问道恭，南无观想。谢谢。坐下。感恩。好，那我们现在是休。